咱拄则听到就是苏贞昌上新的说明。另外，这方面来关心防疫，头一线医护人员实在是真辛苦，因为团工台中荣总的护理师打电话给病院附近的排骨店要订便当，人拢无爱送。护理师一直甲便当店的人高声三请四请，讲会当伫咧门骹口等，店头共款无爱。护理师认为讲，互人看无目的，真委屈。消息一个传出来了后，排骨店的总公司赶紧出来回释咧，讲无授权这个分店卖接病院订单，嘛已经甲这间分店的店长调职处分。另外，搁再捐100万予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代表正宗排骨饭向全台湾的医务人员说声抱歉。引起唔送便当的风波的正宗排骨总公司的代表出面向医护人员回释咧。该店长降为一般员工，并调离原单位。总公司搁一改发声明，因唔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停止病院的订单，会有这件代志，就是因为这篇文章。荣总的护理师伫人面册写讲，今仔日听到急诊定的一间便当店用疫情当作理由唔送便当，这是因头一届因为家己的工课互人看无。护理师佮讲，斗相共订便当的阿姨一直甲拜托，嘛讲会伫外口摕便当，毋过尾也是互人拒绝，就委屈的。我们被当成另类的这样子而已。可以接受他们的道歉吗？哎，对，员工是有接受他们的道歉。正宗排骨出面回应回释咧，佮捐100万出来要互中央防疫中心，希望争议赶紧过去。同款感觉一无奈的医护人员，佮有更替医师魏志伟，伊伫人面册写讲，进前看诊的时阵，病人甲伊讲话拢唔敢向伊这边问伊原因，结果是惊慌话着。老实说，我那时候内心是有一点点错愕的。现在因为这个病毒，我们被排挤了。事实上，我们都付出了心力，在我们的专业上去救助这些病人。我们其实不是特别的勇敢。救人的医生真无奈，嘛承认讲看诊的时阵压力真大，毋是因比别人较勇敢，这是因的责任。对抗疫情的这段时间，希望民众会当互因更加侪鼓励甲同理心，无希望互人当作病毒来看待。记者综合报道。